客語前見識演講圖稿範例，拄到詐騙唔是驚。各位評判先生，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6號。今晡日我愛演講嘅圖稿係拄到詐騙唔是驚，拄到詐騙唔是驚。日時頭，大家都去上班、上課，搶春阿婆一沙地福卡，電話響咧，阿婆接起電話嘅頭講：好，我鴉片係法院檢察官，唔係要數到法院嘅傳票，因為我調查到，有一筆稅金欠政府當久無納，按呢係詐騙政府嘅行為，係講無補納稅金，現講嘢就會作去坐牢嘅，故所請好夾費錢過來。阿婆聽到愛坐牢嘅，就緊張到踩踏踏，實那點都緊鋪嘅，同意呢，來到銀行櫃台講：夾唔係愛費錢，希望我就會本警察殺去管咧。櫃台嘅小阿姊看到阿婆按緊張，嚴時就地發生乜嘅事情咧。佢拿起電話打165反詐騙專線，講明一下拄到嘅狀況。佢一邊打電話報案，一邊請兩隻同事聽書，同阿婆解釋，也有可能係詐騙，請阿婆先讓沉默緊張，交本警察來處理，警察會查清楚，唔是少。過冇幾久，警察就來到銀行咧，證明真件係詐騙電話，也擺該在有銀行嘅小阿姊嘅通報，希望阿婆辛辛苦苦省時省尿中到嘅錢，就會做下本壞人騙槍，到時阿婆愛叫就會冇目執咧。故所接到可能係詐騙電話嘅時節，千萬唔好慌慌張張，記得來去打165專線查證就好，唔是驚啊，唔是驚。什麼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